而家我哋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黎全志先生為我哋分享。有請黎副署長。Hello， 大家好。好。咁咧，首先咧，好高興啦，能夠參加今日呢個北都未來嘅論壇第二季嚇。咁啊係保育創植在北都。咁我代表漁護署嚟參加呢個論壇啦。咁當然我哋係將會咧嚟講一啲關於有關係漁農同埋自然護理嘅工作嚇。咁咧，我今日咧就會借呢個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同埋呢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嘅未來發展嘅啟示咧，同大家展示一下咧，我哋點樣去創造一個以保育為本嘅產業新格局。好啦，咁我諗大家見到呢本綠色嘅書啦嚇，相信都唔會陌生啦。就呢個係一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策略啦，係阿凌教授親自執筆嘅嚇。咁咧嗱，喺佢喺2021年就公布咗，咁咧就隨即咧就成為呢個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嘅新嘅引擎。咁當中咧，佢亦都提及到咧，就係建立濕地保育公園嘅系統啦，為北部都會區發展咧創造一個環境嘅容量。咁咧就達至一個保育同發展並存嘅一個獨特嘅都會區。咁喺2023年咧，跟住就發展局亦都出咗一個北部都會區嘅行動綱領。咁當中亦都提及到啦，係設立咗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啦，讓公眾去認識到咧一啲濕地嘅重要性，同埋農業同埋生物多樣性嘅關係，同埋維持咧塱原嘅傳統嘅農耕活動。咁亦都係為咗促進農業嘅可持續發展咧。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咧，就將會預留咧用作發展去現代水產嘅養殖業。喺達至到咧自然保育嘅同時咧，亦都可以推動一啲養殖嘅科研研究啦，同埋協助到咧漁業嘅升級轉型。好，咁咧另一邊啦，就啱啱講咗發展局嘅一啲政策文件啦，咁我哋亦都提環境及生態局嘅政策文件。咁啊同年啦，喺2023年咧，我哋都出版咗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咁藍圖裏邊咧就提出咗好多項措施啦，就係推動漁農業升級轉型，邁向現代化同埋可持續發展嘅。咁咧就亦都透過北部都會區嘅發展新規劃嘅魚塘養殖嘅活動，咁亦都係以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為試點咧，就去推行一個現代化嘅養殖技術同埋管理啦。提供咗生態友善嘅魚塘生境。維持生態保育平衡，同埋最後咧亦都係促進塘魚養殖同埋自然保育嘅協同效應。咁我以下咧就會再詳細咁講講咧點樣令到呢啲政策咧係可以落實同埋去推行嘅。好，咁啊，首先咧我就啱啱都講咗，就會介紹一下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咁大家認一認呢個我哋嘅標誌上面有兩隻雀仔。咁一陣間咧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喺我嗰啲圖片或者相片嗰度咧，認翻呢兩隻雀仔出嚟咁首先講係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咁其實以前如果你喺地圖度咧，就揾唔到塱原呢個地點嘅。咁其實塱原係雙魚河同埋石上河中間夾住嗰個一個濕地啦。咁其實大家讀過地理都知道啦，即係一個河套嘅一啲濕地咧，佢一定係嗰個土壤好肥沃㗎。咁所以咧我哋傳統嘅農民咧都好有智慧嘅，咁喺嗰度咧一路進行咗啲耕作，包括種咗啲稻米嚇。咁呢個地方咧就亦都之後有好多見到係好多生態嘅價值，我哋都睇到。咁如果講翻點樣去保育呢個地點咧，其實就即係好多古仔可以講啊，即係可以即係最長遠去講翻當年KCLC 嗰個落馬洲嘅支線嘅一個 EIA 啦。不過今日冇時間詳細講咁多啦。咁我諗首先講講咧就近期啲啦，佢其實係一個補償咧嗰個古洞及粉嶺北發展區嘅一個生態緩解嘅措施咁亦都根據環境影響評估個許可證上面一啲條件咧，就制定同埋按生境咧去創造同埋管理呢個公園嘅。咁主要目標咧就係去保育同埋提升現有嘅農地生態嘅價值啦，去維持佢嗰個濕耕嘅農地傳統耕作方法。亦都同時咧係希望提供到一個自然生態嘅教育。咁政府喺2019年年底咧就已經開始做一個收地嘅程序，
就將呢37公頃嘅私人土地咧，就係收翻嚟作啱啱講個公園發展嘅用途啦。去到2024年咧，就11月正式開放俾公眾去參觀。嗱，咁呢個塱原呢個公園咧，濕地保護公園咧，主要啱大家喺個圖上面睇到咧，就有3個區域啊。首先最大嗰個紫色嘅部分咧，就係一個生態區，有21嘅公頃，即係啱啱超過佢一半嘅面積啦。咁佢個目的咧就係透過一個生境嘅管理，為咗雀鳥啦、兩棲類同埋其他濕地嘅動物咧，提供一個合適嘅覓食同埋棲息嘅地方。咁仲有11公頃嘅農業區啦，同埋5公頃嘅訪客區。咁農業區咧係做咩嘅咧？就係出租咧俾一啲農戶進行一個生態友善嘅耕作，包括一啲有機嘅認證。咁其實呢個農地咧喺呢個濕地呢個塱原保護公園開始之前咧，呢度啲農戶咧其實都喺度做一啲耕作啦。咁為咗配合呢個自然保護公園嘅目標咧，佢哋都需要交出一啲農耕嘅計劃，用一啲天然嘅肥料啦，就去維持呢個公園嘅生態。咁管理成果啦，咁我哋其實係最重要咧就係維持個生境多樣性啦，同埋保護去創造一啲唔同嘅濕地，包括一啲水之田啊、淺水區同埋呢個沼澤。咁大家見到啦，其實熒光幕左上角咧就見到我哋第一隻啱啱喺我哋 logo 出現嘅個雀啦。呢隻就係好出名嘅黃胸鵐，咁或者我哋叫佢係禾花雀啦。咁呢個禾花雀咧喺我哋嗰個公園成立咗之後咧，一路都有見到佢嗰個蹤跡，亦都有個數量喺度提升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唔同雀鳥嘅繁殖記錄啦。咁大家如果認得咧，呢隻雀仔咧亦都喺我哋嘅塱原嘅 logo 度出現過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嘅黑翅長腳鷸，喺2021年咧就首次喺公園裏邊咧發現佢個繁殖嘅蹤跡。由本來嘅五個巢咧，到今年咧已經超過有82個巢啦。咁跟住呢隻咧就呢隻眼大大嚇好可愛嘅一個彩鷸，亦都係我哋嘅一個重要嘅保育物種，就係彩鷸。咁呢個亦都係見到啦，我哋嗰個叫做另一個我哋值得黑水雞，係一個我哋喺塱原濕地咧都見到一個繁殖記錄嘅雀仔。嗱，咁我為大家做少少總結啦。咁塱原濕地呢個保護公園咧，我哋喺2019年啱講接手開始嘅工程啦，到2024年6月咧就正式完成個工程，到11月開放。咁就咁睇兩張空中照片咧，大家可能睇唔到有啲咩大嘅分別。其實仔細再睇睇咧，你見到咧右手邊呢張相咧，就你其實睇到咧多啲反光嘅水面啊，即係多咗濕地。咁另外其實仲有一啲咧，就大家睇唔到嘅，就係我哋背後其實做咗好多功夫咧，就係去增加咗一啲水道啦，去淨化咗啲水嘅水源，令到呢個塱原濕地供應嘅水更加潔淨。我哋亦都鋪咗一啲電線咧、電纜咧，喺個地底度咧，提供俾啲農民咧，方便佢哋耕作嗰度用嘅。咁亦都有啲起咗一啲倉庫俾佢哋咧，喺嗰個地點嘅嗰度做到一啲儲存一啲農耕嘅工具嘅。咁所以正正咧就係可以配合到農業嘅活動，加埋我哋生態嘅保育。好啦。咁為咗把握時間啦，咁我哋再講講另外一個我哋想提嘅，就係一個三寶樹保護公園。嗱，咁呢個公園咧就喺大家見到個圖啦，就有分開，主要有4個區域。一陣間我會主要咧就再同大家分析下呢4個區域嘅分別。咁最大嗰個咧就係我哋嘅生態友善魚塘區啦。係啦，咁呢個生態友善魚塘區咧就總共係有253公頃。咁即係其實佔咗成個公園338公頃嘅7成半嘅。咁我哋將會咧透過一啲保育措施去改善一啲改造啲魚塘啦，例如譬如話將一啲細嘅魚塘做成一個大嘅魚塘啦，做一啲島啦、人工嘅島啦咁樣，係希望能夠提升到個濕地生境嘅質素，同埋增加佢嘅生物多樣性，令到嗰個濕地整體嗰個生態功能可以提高。亦都同時咧，希望可以做到一啲生態友善嘅水產養殖方式。咁大家喺圖上面都見到啦。咁我哋左下角、右下角咧，分別都係一啲例子去做一啲比較我哋叫生態友善嘅養殖方式。嗱，佢本身係一個比較密度高啲嘅一個設施。咁佢同一時間咧，佢附近周邊咧，亦都可以製造到一啲生態友善嘅池塘，可以養殖一啲雜魚啦，為雀鳥咧提供一啲咧覓食嘅生境，亦都可以提升整體嗰個生態嘅質素。咁喺圖下邊中間見到嗰個圖片咧，亦都係一啲濕地嘅生境。
正咧佢就係可以將啱啱講嘅養殖設施排出嚟嗰個尾水咧係去處理咗嘅，令到佢咧就可以將嗰個沉積下嚟，亦都將佢嗰個淨化之後咧，亦都可以循環再用，就減少佢對環境嘅負荷。嗱，咁另外就有35公頃咧，就係一個淡水濕地嘅生境。咁我哋設置咗唔同嘅水深嘅區域啦，提供一啲茂密嘅植被咧，就係可以保留到一啲季節性嘅濕地，同埋為咗鳥類同埋其他野生動物咧提供多樣性嘅生境。咁呢一類型嘅生境咧，我哋估算大概35公頃，即係佔大概1成到將來嗰個三寶樹濕地公園嘅面積。嗱，咁最後我哋提一提嗰個漁業優化區，總共我哋嗰個設計咧就有40公頃，即係大概12%，係1成多少少嘅面積。嗱，咁我哋都希望咧將我哋會添加啲現代化嘅養殖設備咧喺我哋嘅魚塘區域啦，包括係一啲水位嘅控制啊，或者魚塘環境監測嘅一啲設備，同埋一啲環境數據採集同埋控制嘅一啲設施。另外啦，我哋都打算咧喺一啲接近新田科技城嘅一啲地方，即係喺我哋嗰個所謂我哋三寶樹保護公園嘅邊皮嘅位置啦。希望引入到一啲咧高密度、高科技同埋高產值嘅一啲水產養殖嘅操作。咁呢個包括例如一啲係圖片都見到啦，係一啲室內嘅循環水養殖嘅系統。咁希望呢啲系統咧就能夠提供到一啲高產值嘅一啲設施，包括用啲機械化、自動化嘅裝備咧，能夠提升到個產量。咁咧就係一個我哋希望咧喺將來我哋嗰個公園咧試到一啲嘅高科技嘅一啲設施。嗱，咁除咗呢樣之外咧，我哋喺新田科技城正喺三寶樹保護公園嘅側近啦，我哋就會設立一個漁業研究中心，希望咧進行一啲現代化嘅養殖發展方向嘅研究啦。咁有啲咩研究項目咧？咁我哋打算係做一啲品種嘅選育啦，或者飼料同埋一個營養嘅管理嘅一啲試驗，或者係疾病預防嘅健康監察嘅工作啦。咁呢個咧就希望咧將來亦都可以做到啲科普嘅工作，提升到個產業嘅科學化。嗱，咁整個三寶樹濕地保護公園嘅進展嘅工作咧，咁大家睇一睇個圖啦，就虛線嘅範圍就係整個公園338公嘅範圍。咁咧因為嗰成個公園都超過300公頃啦，咁所以我哋會係分期進行嘅。咁首先咧，我哋就會進行黃色嗰部分，第一期大概係150公頃度啦。呢啲主要係一啲政府嘅土地，就唔牽涉一啲收回一啲私人土地嘅。咁我哋其實喺2025年9月咧已經開展咗公園第一期嘅詳細設計嘅研究啦。咁我哋都打算咧分期咁去建設。咁預計喺2026年至27年咧就會展開第一期嘅工程，到2031年咧就會完成第一期嘅工程，到2039年咧就會係整個三寶樹濕地公園咧都會係全面落實。咁咧就嗱，雖然咧我就咁睇個時間就2031年先係會完成第一個工程，咁大概仲有5年到啦。咁我哋呢幾年呢度咧就係一路咧就係好密鑼緊鼓咁樣去做一啲工程，做一啲工作同埋做一啲規劃。咁希望咧我哋喺可見嘅將來啦，咁我諗在座都見到啲年青人咧就可以見證到佢嘅誕生，甚至可以參與到個建設同埋參與到將來嘅運作。咁我都希望咧好快可以即係享用到咧呢個三寶樹公園出到嚟嘅第一批嘅生態魚。嗱，咁最後咧我都想做少少總結。嗱，咁首先咧我再總結一下啦，即係喺個漁農產業面對到啲困難同埋挑戰嘅。咁首先咧大家可能都了解到啦，香港嘅漁農業咧佢嗰個規模相對較細嘅，咁佢嗰個操作比較零散啦，咁嗰個農耕面積咧亦都逐漸減少，土地都存在一啲變數。咁加上嗰個行業嘅高齡化，個新血亦都唔足夠啦。城市發展、漁農產業嘅活動咧，都可能潛在一啲矛盾。咁大家都可能要聽過，就算係養魚嘅朋友咧，都可能有時投訴，哇！俾嗰啲魚俾啲雀仔食晒喎咁嚇。咁當然另外就係漁農產品面對一個好劇烈嘅競爭。咁我哋都係喺度想做少少功夫。咁將來咧，我哋有個新機遇同埋一個新嘅格局。我哋透過漁農產業嘅升級轉型咧，呢個多元化嘅發展咧，可以提供一個穩定嘅土地供應啦。例如我哋喺塱原同埋三寶樹，我哋會提供一個技術同財政嘅支援啦。咁我哋都會設置一啲生態教育同康樂設施咧，希望能夠豐富到呢個生態體驗，增加到經濟嘅效益。咁亦都係希望將來我哋同唔同持份者嘅協作，以下落嚟嘅
講者咧都將會係我哋重要嘅持份者，去共建一個保育為本嘅漁農產業新格局。咁最後咧都希望大家可以締造一個城鄉共融嘅社區，提升到咧呢個人民生活嘅質素。咁希望咧呢個咁有意義嘅工作咧，就能夠吸引到多啲新血咧去參加呢個行業。咁最後我都花多少少時間，唔好意思啊。咁就講多一樣嘢嚇，就我哋其實咧都係積極咁推動一個漁農產品嘅新品牌。咁喺2026年咧，我哋就會年中我哋承諾希望推動一個新品牌，就係將我哋香港一啲產業本地嘅農產業咧，就做一個新品牌。咁希望咧就係建立一個生態嘅品牌啦，去加強宣傳，去提升到咧呢個產品嘅識別度同埋呢個生態價值，令到呢個本地嘅農產品咧提供佢嘅競爭力。咁啊唔好意思啊，司儀，我想用多大家少少時間10秒啫嚇。咁咧就嗱，咁我諗我哋大家都知道啦，立法會嗰個換屆嘅選舉程序都正式開始咗啦。咁我都希望咧就大家作為如果有一個登記咗嘅選民咧，就未來記得喺12月7號盡我哋公民嘅責任咧，就記得去投票啦。咁啊，我到個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